就係人啦。憑童話一曲走紅嘅光良，尋晚喺香港開佢第一個嘅個人演唱會，請嚟劉若英做佢嘅嘉賓，同佢合唱情歌。佢仲喺台上面呢，又唱又跳，搞到連冇上台嘅 Janice 呢都睇得非常之投入啊！另一位嘉賓黎明一出場嘅時候呢，仲成為全晚嘅高潮所在，全場大叫樂基兒啊！好嘅第一集，咁我相信你哋講咩？聽唔到你講咩？有歌迷嗌樂基兒，你有冇聽到啊？我冇聽到，因為我戴咗兩個耳機，即係我戴咗兩個耳機喺耳仔度，咁變咗嚟講我聽唔到，即係我諗個場面就等於背後有人喺度言我講啲嘢，你聽唔到，然之後佢哋大聲笑咯，即係細聲講大聲笑咯，變咗我聽唔到。咁但我落完台之後，我問咗經理佢哋講翻俾我聽，佢哋笑咩咯，我先知佢哋笑咩咯嚇。樂基兒同黎明被偷拍事件呢，成為全城熱話，一眾藝人都支持反對偷拍，呢個人又點睇呢？我覺得等時間去證明一切咯。始終好多時候，如果觀眾係用自己對眼去睇咯，即係唔好信太多傳言咯。即係傳言嘅嘢，有啲嘢未必係你諗嘅嘢，係嗰樣嘢咯。咁第二嚟講，你叫我解釋，因為我覺得喺我嘅身份裏邊比較尷尬嘅，即係我喺一個唔啱嘅時間裏邊，我去解釋一樣嘢，可能會產生100樣更加多幾樣嘅傳言去誤導大家，冇必要咯。